在这新闻，咱要来看高雄捷运公山到路竹迄段，目前这公山车站是按算6月底会当通车，即马已经进入试车的阶段。要毋过，因为这段路是驶伫个高架的铁基路面，沿路拢有徛架，佮无设置的隔音壁。当地里长是表示讲，尚无影响到200-300户的生活。 捷运伫铁基路咧驶的声音，若是半暝出现，恁敢困的路面。捷运公山路伫延伸线阿 K 湾公山车站6月底就要通车路，即马是试车阶段。毋过暗时捷运试车甲进站的声音，附近居民有人怨叹拢困袂去，甚至有民众徛架离捷运轨道干那50公尺，互声音吵甲血压升悬，影响到生活品质。24小时，真啊挡袂牢啦，用到高压压到150，困袂去啊。 暗时啊，你困的时间吼，拢会听到足大声的声音，害阮要入睡拢足困难的啦。目前捷运的延伸线是开到公山，就会转入去中山南路，这条路拢是店面徛架。里长表示讲，尚无有200-300户受影响，因为捷运试车是为透早6点到半暝1点。 去年伊捌向市府争取设置隔音的设备，迄当时市府讲因为经费不足，爱等到通车了后才会拍算。因为迄经费的关系，已经无啥够啊，所以无法度加拨出工程款，才来起这个隔音墙。为了不影响日间红线的营运，所以先前有一些测试工作必须在深夜捷运收班之后来进行。 那所以对民众的生活影响比较大。针对公山路段捷运试车声音伤过吵，这运局表示，目前沿线有限2个声音监测器，评估捷运声音甲影响，会来做检讨。嘛强调未来正式营运了后，半暝就袂阁有这款声音。记者钟义辉、胡兆勇高雄报道。